此后2023年9月初2，每日新安宫读经，当得上主赏赐目睭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箴言29章第1节到27节。人受责罚，还毋肯悔改，为亲像失败灭亡，袂复通救。义人执政，人民欢喜；歹人掌权，人民吐气。伊爱智慧，父母欢喜；结交妓女，倾家动产。王施行公义，国就稳固；强收贿赂，国就灭亡。葡萄厝边是伫设罗网，垫家己的骹。歹人会互家己的罪填着，毋过义人有欢呼有快乐。义人关心善车人的案情，歹人拢无关心。自高自大的人，甲城制造混乱，毋过有智慧的人会互受气煞。智慧的人甲戆人相过，戆人只有受气，也是踢笑，拢袂解决。爱杀人的怨恨宣传的人，毋过正直的人保护家己的性命。戆人有受气就拢摒出，毋过有智慧的人会晓控制受气。统治者若要听白贼话，官员拢会变做歹。善车人甲压迫者有共同的所在，上主拢互因的目睭金会看见。王若照公正判断困苦人，伊的王位会永远坚固。管教甲嫉妒会加添智慧，无管教的囡仔会互老母见笑。歹人掌权，罪过就加添；义人会看到因失败。管教你的囝，伊会互你安心，阁会互你的心欢喜。无上帝的指示，人民就放纵；毋过遵守律法的人，真有福气。简单用话，奴仆袂受管教，伊明白嘛袂听叹。你捌看见随便讲话的人无？连戆人都比伊较有望。奴仆若对细汉就甲伊生，即个奴仆到尾会抢夺主人的财产。歹圣地的人会惹起冤家，熬发受气的人会犯真多罪过。人会骄傲，会互伊见笑；心谦卑，会互伊得到尊荣。甲贼分抢来的物，是无爱家己的性命。伊虽然咒詛作证，嘛袂讲实话。惊人无惊上帝，是甲家己设罗网；毋过信靠上主，就有安稳。真侪人爱对统治者求情，毋过只有对上主，才会得到公正的判决。无公道的人，义人厌恶；行为正直的人，歹人厌恶。当得上主赏赐目睭，目睭是上主赐予人类甲动物上奇妙的创造之一。目睭为甚物会当看见物件呢？迄是光线透过物体折射进入目睭，传讯到大脑，互人产生视觉。目睭互人会当观看世界，判断眼前的事物，
搁做出适当的回应。安尼，上主赐予咱的目睭，是毋是会因为咱的处境、角度等因素出现差别，互咱无办法看清还是辨别真相呢？箴言29章运用真侪正直甲邪恶的对比，浅白简单讲出人是毋是顺从理解上主的心意，会造成截然无同的结果。作者也甲无尽的争乱还是永恒平安的事实，放伫人的目睭前，爱人判断应该行的路，家己做出选择。13节特别指出，善车人甲压迫者有共同的所在，上主拢互因的目睭金会看见。即句话所蕴含的意思是，无论甚物人，拢具备观察甲判断的能力，总是大家的走向甲发展取决于人的精神价值。亲像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认为，人类历史是用精神价值、物质、经济价值做基础，特别用精神价值做主导地位。这个主导地位，若是公义和平的基础，同时也是确保人类历史的发展。这个精神价值，搁较是左右目睭是毋是通看清事物之本质，搁会捌分辨的关键。伫约翰福音第9章记载一位天生失明的人得到医治的故事。当时的人认为，安尼天生的缺陷是因为犯罪，所以互上主惩戒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位天生失明的人受耶稣医治，通看见以后，虽然接受宗教领袖的查验，伊亲生父母也指出伊天生失明的事实。总是反对耶稣的人，犹原毋愿意接受这摆伫眼前的事实，因为一旦承认这个事实，因所拥有的权柄，甲耶稣的权柄相比较，就争差侪咧。面对这阵见效当受气的宗教领袖，这位皇认为有罪的天生失明者，反正假是因讲，耶稣是毋是罪人，我毋知。不过我知影一件事，我以前失明，今会当看见。伊开我的目睭，恁却毋知伊是对倒位来的。对照今仔日的箴言，通看到迄位天生失明的人看见真理，对反的遐个有权柄、财物甲健康目睭的宗教领袖，却无法度看见家己目睭中的圆仔茶甲骄傲。咱究竟想要互家己的目睭看到甚物呢？这实在需要上主的引带，因为若无伊的引带，咱的目睭就简单会看到自私、剥削、狂傲、怨恨和虚假白贼，互咱无法度看见上主的慈爱甲恩典。默想，我经常挂甚物款的目镜，观看周围的生活呢？这会对家己带来甚物影响？我经常挂甚物款的目镜，观看周遭的生活呢？这会对家己带来甚物影响？咱来祈祷，奇妙的上主，感谢你创造这种器官互阮，互阮会当观看、体会、感知这个世界，也有能力来评断是非善恶。
愿你的心意时常向我显明，引带我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